就是新约，我们来看一下要我说是新约，因为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他就是新约按照那个马太福音呢。那个那个是什么？那个马太福音第28章，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查一下，马太福音第28章第27节，我们来看一下，一块儿看一下，马太福音28章。稍等一下好像错了，应该是那个第26章，马太福音第26章第27节，稍等一下，第26节到第28节，他们吃的时候要说拿起饼来祝福，就不该这个门徒说你们这是我的身体，有拿起杯来祝谢，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的事。那这是我立约的血。那种约在以赛亚书第42章那里，要说上帝的儿子出来的时候，展示的时候，就一定要把那掉那个前面的那个约，那个就是那个摩西的律法和那个19节，那个一定要把那个拿掉，才可以，不然外邦人都不能进去。因为19节摩西的律法就是给以色列人遵守，不赐给外邦人呢。为什么要赐给外邦人的那个那个东西？你继续你遵守那个就是那个继续犯罪你会对我说你说话装来装去，世界都是这样的做的，魔鬼让你们做这个，就是你们假神的，你们那个所拜的那个假神的那个，让你们做这个就为他的那个错误。魔鬼让你们做为他的错误，因为上帝的儿子不可以进去在10条街里面，也是不可以假天，也是不可以上见那大。不可以进去里面，那这个是你们大错误。那个儿子不会违背他那个父亲的那个律法，他不会跟他那个父亲那个有个矛盾了，不可以跟他反对，他把那个摘掉了，在他的那个十字架上。那个儿子就这样的做的，我们来看一下他做过什么工作，按照。那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别污蔑保罗门徒，你想他会跟天父要吧我来再打开这个吧，然后重新打开这个，重新遵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他那个儿子跟他的那个话真合适。以弗所书第2章第15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羊头，就是拿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接着自己找一个新人，如今便成就了和睦。他在那里把废掉了原朝，就在他的那个身体。我们来念一下，按照那个法文上经呢。
发问的话会怎么样？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2章第15节，你们先听一下。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原钞，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接着要说，接着自己找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他把拿掉了。这个挺很厉害。哎呀，直到最后会危险，这个句子真的非常严重啊！我们看一下英文的话会怎么样？我还没念过这个。在这里就是好像大故事，哎呀，技术员呢，先把那个贴上屏幕上。He abolished the Jewish law with its commandments and rules in order to create out of two races one people in union with himself. 他们印度人的话怎么念着 in this way， 应该是 in this way， 他们这样的说的 in this way， 印度人就这样的发音的嘛。他拆坏了犹太人的那个律法，你们先念一下吧，包括那个10条节。内容都被拆坏了，10条节都和摩西的律法都被拆坏了，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个律法，上帝的道被拆坏了，那这个就是你们的大夫。为了答复你们那里为什么要把拆掉那个上帝的那个吩咐，上帝的命令？因为他的儿子确认了，他是大父亲的工具，为了把拆掉、把拆坏那个10条节和摩西的律法。那我告诉你，你别假装犹太人呢。没有听父亚瓦在中心那个叫你们遵守那个10条节，以色列人也不可以再遵守那个。那有说的原因就是他来的时候要跟我们那个世界定新约，那新约配定了，就是以利亚来给你讲道的，所有的人跟随以利亚的话都不会再犯罪，因为一会儿跟那个公义与同在，就是跟随天父耶和华的儿子，我就是那个讲到这个从1984年。所有的人跟随天父要说的，但是以利亚的话就不会再犯罪呀。你模仿这个怎么样了？你会说1990年、1994年，你哪天多大年龄呢？我告诉你，我的是从那个1984年在要说的那个教堂这里有这人呢。那我就是告诉你们有这个故事，这个是真的故事，人都住在过那个大学附近，那里都知道了这个情况，应该是1985年，
或者1986年，就是那个我本下来第一个教堂的那个文件，有那个教堂的文件才可以讲到这个。在那个大拿利夫城市这里，你那天在哪啦？这个就是好多年了，就存在了，你把这个模仿我们先不说这个。那我们再看一下另一个访问那个圣经呢会怎么样？然后我们再看那个犹太的那个圣经呢，以弗所书第2章第15节，以弗所书第2章第15节。其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原丑，就是拿这家律法生的骨条，我要讲2下，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拯救了和睦。意思就是大把那个拆坏了，就是那个是那个所有的律法多骨条多，在他的身体里面。他把那个废掉了，所有的那个命令骨条都被拆坏了，为了才可以拯救了和睦，为了才可以接着自己找成一个新人呢，如今便拯救了和睦。就是来说那个以色列人和那个外邦人，因为还在那个是调解的时代那里，他们两多吵架了。争到了，那要说把那个废掉了，在他的那个十字架上，要说的那个十字架相当于拆掉了摩西的律法和那个是调解。我们来念一下那个天主教的罗马的那个天主教的那个访问圣经呢。那个就是那个罗马的。现在我们来念一下犹太人的那个圣经呢，是腓立比书。是腓立比书嘛，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他们那个犹太人的那个我们要念那个犹太的那个比尼的那个托拉，在这里就被拆坏了，就是这个托拉被拆坏了。那我们来念一下吧。我们不管别的，我们只是要知道按照那个犹太的那个圣经呢，就是托拉。那这个我们在这里就是来说摩西的律法和那个是调解，因为犹太的那个圣经说的这个就是托拉，英文在哪了啊？就是这个。However, he knows that this is not meant for the other nation, but only for which is the Israel. law of commandments. Why it gets to the other nation? Will he break the law of God? Content in And ordinances, it's Paul so who that knows in also his that the Ten Commandments is destroyed. 至少好像在前面那里，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原丑，就是调解和摩西的律法。那这个是调解和摩西的律法在上面那里，就是多拉的那按照那个犹太人的那个圣经呢，那个是被废掉了在十字架上。就是我对你们直接多说，就是是调解和摩西的律法。
我非常感谢那个天父耶和华和那个耶稣对他们那个公益的道，他们俩一块儿工作，那他的儿子就会帮助他的父亲呢。他父亲开始，然后他那个儿子就认了。那你那里在那遵守这个是条件，你要什么律法？证明呢？因为你们那里都说定了，你们都是罪人呢。我应该到这里结束了，我们还继续看一下吧。还要看希伯来书第7章。希伯来书第7章第18节到第19节。这个希伯来书第7章第18节到第19节，先前的条例因枉佛无益，所以废掉了。很明确了，那个19节我们写的律法废掉了，因为这个就是希伯来的圣经了。因枉佛无益，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那要说进来被证明过了以前的那个律法被拆坏了，就是摩西的律法和那个10条诫。我们来念一下，按照那个法文圣经呢，希伯来书第7章第18节到第19节。先前的条例因枉佛无益，所以废掉了。你不知道那个废掉的动词，你先回去那个小学那里吧，再学习。第19节呢，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已经了更美的指望。摩西的律法是什么？就是先前的条例因枉佛无益，所以废掉了。哪个人会说法语就听懂你意思是什么？因为这因枉佛，那要把这个废掉。在这里保罗门徒做证人呢，然后大的话对那个天父耶和华和耶和华的话都合适了，有合适了。你们那里说别的，你们那里的如果要比要说他有权利吗？有权能吗？那个就是那个胡说八道，让人在遵守那个10条诫，天父耶和华和耶和华怕那个拆毁掉了。你那里不害羞，再让人都在遵守那个。你们那里就是说那个保罗门徒在让人都忠心遵守这个10条诫。你们自卑上帝的儿子，你们自卑那个上帝父亲呢？没有什么上文就把那个打开了，在那里先就说了，我们把这个打开了，包括有说也不可以动这个，不可以删减，不可以加点，他也不可以进去里面。那这个就是证明了这个10条诫我们写的律法被拆坏了，然后新约又来了，就是要说和要说的律法。那我告诉你，要说有他自己的那个律法，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念一下要说的那个律法。我们人家呀应该要跟随要说的
律法，那些人要去天上的殿那里，先寻找以利亚，要跟随以利亚，然后我们一块儿去耶和华那里，就是我们要去那个天父亚法那里，你先准备好你的行李。约翰福音第12章从这里开始都是耶和华的那个律法，没有是条节的。第49节到50节，因为我们要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估计我所讲的话，正是照这父对我所说的，那有说带来新律法，跟那个十条节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好像那个宪法，就是我们马达家里有我们自己的那个宪法，那个十条节的宪法，就是那个就是他们的以色列的宪法，就是他们的那个宪法。如果你要配拯救的，一定要遵守那个要说的律法，你变成好人了，不会再犯罪呀。如果你继续遵守这个就是那个分款，你的分款，因为魔鬼不会停掉拆掉那个好处。那我教训过那个魔鬼一定责备以利亚，这个是他的工作，因为以利亚是救命恩人呢，先跟随以利亚去那个天上的殿那里，快来和以利亚在天上的殿至少因为在这里证明人多，在这里都不会再分罪啊。我不说那个哪些魔鬼的，他们跟进来在这里，然后继续做坏事了，然后责备我。所有的人都在要书里面都不会再做坏事了。这样子就是那个跟随以利亚的话，真的非常好啊。那我们把这个结束了，就是来念一下哥林多讲述以利亚的律法真的有啊。哥林多讲述哥林多讲述第40章第37节，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那这个就是要说的命令呢，跟那个十条节没有什么联系，没有什么联系。你们那里就记住，丈人你们都是罪人了，不要再跟随他们那里，先过来跟随以利亚。我就是把世界都喊过来，先跟随以利亚，因为一跟随要说的话，就不会再做坏事儿。那个在那里都是魔鬼的，他们都遵守十条节，他们的老板是魔鬼呀。但是以利亚呢，就是跟随天父耶和华有说，就是你们那个创造者。那我的话就到这里结束了。我祝你们好，为了有说保佑你们呢，你们要寻找有说，千万别模仿这个教训呢。这个就是我们下一次的那个教导第11个教训呢。非常非常感谢你，天父耶和华，为了你的道，我相信你了。他们听到的人多，少到了你的意思。那我就是把他们就是所有的灵魂配预定的灵魂多让他们赶快过来回去你那里，因为要去你们那里，就是在你要说那里后，就是在天上的天那里。我求你为了拯救人类呀，不要把他们扔掉啊，先拯救他们呢，荣耀归给你。你证明
你让我将来讲到的话，先让他们赶快寻找你，让他们会确定，因为这些道都非常非常明确。我求你为了拯救人都，因为你会做到这个。那艾利亚就是一直跟你求告，先让他们那个脑子和那个开个，为了他们会回去你那里，为了可以把他们转过来，然后去你那里，为了你的荣耀，我知道了。奉耶和华的名字，非常非常感谢你天父耶和华和耶和华。那我祝你们好，为了耶和华保佑你们呢，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耶和华保佑你们呢，你先决定要跟随天父耶和华和耶和华，先跟随艾利亚，我们要去哪儿？我们要去天上的天那里。我们一块拉手直到天上的天那里。那我祝你们好，为了耶和华保佑你们呢，为了下一次他这个教训。